台北的大潮埕除了卖南北货，过去还有一个封号，叫做戏曲。第7届的青年戏剧艺术节，就于这个拜五2月2日开始，每一个周末，拢会伫大潮埕推出着由青年团队全新创造的歌戏、北京剧、布袋戏等等，要互大潮埕的戏剧文化更加踏进少年人。都响应大上球，变客气，起手之劳而南调上的志怪小说《遗婉》由青年表演团体改编后，变成一活泼全新的歌戏。也有灵感来自马奎斯作品的《化作北风》，讲的是汉人公主甲吴人之间的爱情故事。这充满创意的戏剧，为2月2日起，每一个周末到大潮埕戏台都看得到。因为过去的印象是说，看这个传统戏曲啊，是属于怎么样中老年人的这个专利啊，这是对于这个传统戏曲的推动是非常不利的，所以应该让我们的下一代啊能够来认识、来欣赏传统戏曲。青年戏剧艺术节推出由青年团队全新创作的歌戏、北京戏、甲布袋戏等等，都希望和这个台湾特色传统戏剧，会使一代啊一代流传落去。